大家好，我係朴智孝，今年28歲，我同 X 18歲一齊，27歲分手。唉，點解一齊咗9年都要分手㗎？嗰陣我將100% 時間放喺呢段感情，對方覺得太黐身，搞到段感情失衡。傻豬嚟嘅，下個會更好啊Me time 同拍拖時間要平衡，100% all in 可能會100% 失望啊！愛情就好似投資 MPF 咁，要睇翻自己承受風險嘅能力，係為咗追求回報而 all in 股票基金。100法則用年齡幫你評估股票喺你投資組合嘅適當比重。假如你20歲，咁股票基金可以佔你投資組合嘅80%。果然係戀愛投資專家，希望之後可以喺度揾到 Mr. Right 啦。